喺呢個世界，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被遺忘，孤單到冇人理會？嗰種無助感，係咪壓得你透唔過氣？你係咪試過一個人面對所有困難，覺得冇人明白你嘅痛？喺好耐以前，有一個女子身陷絕境，迷失喺廣闊荒漠。當佢以為生命走到盡頭時，一個奇蹟出現咗。佢聽到一把充滿愛嘅聲音承諾：看顧人的神，我在這裏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？呢句創世記金句點亮咗佢。呢句金句提醒你，無論你此刻面對幾大挑戰，經歷幾辛苦楚，都有一位看顧你嘅神。佢嘅愛從冇離開過你，佢知道你嘅每滴眼淚，聽見你心底呼求。你從來都唔係一個人，因為他一直喺度看顧住你。